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用3分鐘教大家點樣將 A10 Mini Pro 完美對接 OBS 做專業多機位直播。首先係硬體接線，將你嘅相機或者手提電腦畫面接上導播機嘅 HDMI 輸入。最關鍵一步，攞一條高品質嘅 USB-C 線，一頭插導播機背面，另一頭插電腦。呢個時候免安裝任何驅動程式，電腦已經將導播機當成超高畫質嘅虛擬鏡頭啦。跟住落嚟，我哋打開 OBS， 喺下方嘅來源視窗撳一下加號，喺選單入面揀視訊揭取裝置，名可以打 A10 Mini Pro， 然後撳確定，喺裝置下拉選單度揾翻並揀選 Blackmagic Design。睇下導播機嘅主畫面，而家已經同步顯示喺 OBS 嘅預覽視窗入面啦。為咗確保畫質流暢，建議將底下嘅解釋度每 FPS 類型改做自訂。解釋度揀1920×1080，FPS 揀60或者夾翻你相機嘅 FPS， 畫面就會好靚。畫面搞掂，跟住係聲音，一樣喺來源撳加號，揀音訊輸入揭取。喺裝置選單入面，同樣揀 Blackmagic Design， 咁相機咪聲就會入埋嚟。呢度有個關鍵技巧，因為影像經過處理，有時會比聲音慢少少。你可以撳音效混音器旁邊嘅齒輪入去進階音訊屬性度調校。喺 A10 音訊嘅同步偏移度，試下入50到100毫秒，確保嘴型同聲音同步。全部設定好啦。而家你可以一邊睇住 OBS， 一邊喺 A10 面板撳1、2、3、4切換鏡頭，甚至用畫中畫特效 ，OBS 都會即時接收到，非常方便。最後確認好推流設定，撳右下角開始直播，你嘅專業節目就正式開播啦！拜拜。